揸緊4驅保時捷嘅朋友一定要將呢條片收藏好。無論你揸嘅係卡宴定係 Macan， 只要你部保時捷係4驅，佢就會容易出現分動箱內部摩擦片磨損打滑嘅情況。特別係經常跑山、揸彎路、上落坡，而且冇按時做波箱保養。呢個問題我哋嚟幫你解決。呢部香港保時捷 Macan 佢嘅問題係起步同轉彎嘅時候頓挫特別嚴重，成部車挫下挫下。其實呢個問題同保養以及駕駛習慣有好大關係。咁呢個問題我哋係點解決嘅呢？我哋用經濟實惠嘅維修方案，唔單止價格低，而且仲有3年質保。呢個就係保時捷 Macan 嘅分動箱啦。全時4驅嘅車都帶有分動箱，分動箱裏面有摩擦片同鋼片等。呢部車打滑嘅問題就出喺鋼片同摩擦片之間，鋼片打滑之後就冇咗原有嘅摩擦力，所以更換維修組件就可以解決問題。我哋呢種慳錢又有質保嘅維修方式，大家覺得滿唔滿意呢？想了解更多，我哋後台詳細交流。